2024年度跨學科活動體驗日即將閃亮登場，活動時間係2025年5月10日早上8點10分到中午12點，我哋不見不散，準備好一齊點燃校園，玩轉魔法味，兩大主題等你嚟挑戰，點亮校園，光啟未來，用創意點亮每一角落，讓知識好似煙花一樣綻放，慶祝學校30週年。仲有奧方魔法學堂，揮舞你嘅智慧魔杖，將枯燥嘅理論變成神奇咒語。科學加魔法等於無敵組合，你敢唔敢嚟接招？入嚟先去年級攤位，抽一張課堂體驗券，憑票入場，準時開玩。記住睇好時間地點，帶上專屬手帶，貼好魔法貼紙。呢個唔係普通配件，係跨學科戰隊嘅身份認證。手帶一揮，學霸光環；貼紙一貼，智商爆燈。裝備齊全，先可以解鎖任務。點亮校園，光啟未來5大活動精彩預告，內容包括遙響祝福、繪出未來、校慶生日卡製作、30而立、幾何光影燈籠同埋自跑未來、跳躍光芒。奧方魔法學堂將會開設5大魔法陣，包括星、水、力、電、磁。2025年5月10日，約定你，融會之行，創啟未來。我哋喺奧方等你嚟活學活用知識解鎖多元任務，同同學一齊努力激盪，將天馬行空嘅想法變成現實。